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随着恒大退市这个关于恒大的新闻又多了起来。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是8月13号，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10则被执行人和恢复执行信息，执行标的合计16.4亿余元，涉及票据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案件。部分案件被执行人还包括恒大地产集团、济南有限公司、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法院包括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天眼风险信息显示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59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608亿元。这是中国恒大在香港退市恒大地产集团是内地的这个运营主体，已经背了608亿的这个正在执行的债，还有大量的已经中本，所以说这个它国内的这个恒大地产集团结局恐怕也是破产清算等到保交楼结束今天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恒大退市那些许家印曾经的豪华朋友圈为此开出了天价账单，也就是买单说香港曾经的女首富甘比在这场资本盛宴中损失最为惨重这个甘比就是那个刘銮雄的妻子刘銮雄曾经一度成为中国恒大的二股东那你知道他损失有多大吗？也是华人置业最大股东，而华人置业自2017年起重仓恒大股票，累计投入约130亿港元。至恒大危机爆发后，股价暴跌。2021年9月，华人置业公告以均价2.27港元抛售所有恒大股票，总回收约27亿港元，账面亏损超100亿。就这个还不算狠的好歹收回来点渣渣如果那个时候不卖，对吧？这个坚持到底，现在呢就分文不值，连27亿也拿不回来。这一刀砍下去这是真正的壮士断腕，断臂求生这一刀下去100亿没了。说甘比对许家印的信任远不止如此。2021年1月，他还豪掷30亿港元认购恒大汽车配股，又以45亿港元参与恒大物业 IPO。随着恒大系全线崩盘，他在恒大帝国的投资也打了水漂，甚至女首富地位也被动摇。这个就是把鸡蛋搁在一个篮子里面，对吧？跟这个许老板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甘比对许家印的信任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许家印的朋友圈中甘比只是冰山一角，马云、张近东、郑裕彤等顶级富豪都曾出现在恒大的战投名单上。尤其是2020年恒大1300亿债务危机中，张近东、王文银等大佬集体出席签字仪式，将债务转为股权。现在呢，张近东、王文银他们自己都已经，对吧，在悬崖坠落过程中这个张近东的苏宁易购苏宁集团已经破产重整了。王文银的这个叫什么？反正他是铜王嘛，世界铜王。现在发现这个大概率还是营销起了作用，所有的世界铜王都是不过是吹的。张近东与许家印的交杯酒曾是商界经典一幕。2017年，两人豪情万丈喝下交杯酒。随后，苏宁向恒大战略投资200亿元。彼时，许家印承诺恒大回归 A 股，若失败将原价回购股份这就是对赌协议这个咱们节目里介绍过好多回了总之张近东这200亿打了水漂现在，对吧？当然了，这个苏宁这个战投200亿，这是也是冰山一角苏宁还向这个融创投过，现在苏宁已经把融创告上法庭了。说然而恒大暴雷，张近东飞赴广东索债3天，也就是在那儿跟好兄弟许家印在那儿盘了3天，最终只带回一份债转股协议。苏宁内部人士透露，苏宁有息债务700多亿，如果许家印按时还了200亿，苏宁的资金链是不会断的。这笔投资失败成为压垮苏宁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苏宁是被恒大暴雷带到沟里去了。2017年11月，恒大启动第3轮战略投资，正威集团作为新入的投资者之一，出资50亿元入股恒大地产。王文银本人也与许家印私交甚密，两人是深圳高尔夫球友正威与恒大在多地产业园中项目存在合作关系，与
詹金东不同，王文银因坐拥全球数十个铜矿，但恒大危机爆发后不久，正为整体资金也出现危机啊，资金链发生断裂。2024年，王文银被限制高消费，执行金额高达4.7亿元。2025年6月，因5000万元欠款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你说这个世界铜王就这么惨？还有这个广田集团啊，这是搞建筑装饰的，那是跟恒大是深度绑定啊，成为这个广田啊第一大客户就是恒大，所以恒大在暴涨的时候，一路高歌的时候，那广田也跟在后面一路高歌，投桃报李啊，对吧？那2017年，广田的实际控制人叶远熙出资50亿参与恒大地产首轮战投，双方啊从这个商业伙伴伙伴关系升级为资本的盟友。那广田集团为此啊付出了惨重代价，这50亿也是打了水漂啊。易居中国啊，同样受恒大牵连陷入困境，易居中国被恒大拖欠40亿元应收账款，这个钱啊也就不要想收到了，也是打了水漂啊。随着8月25日退市临近，恒大的股票将成为无法交易的废纸，那些曾经为恒大站台的富豪们只能眼看着自己投入的100亿资金随恒大一起沉没。当然了，这些徐老板的富豪朋友啊也没有白投资啊，他为他们那个高端的会所还有欣赏那个什么歌舞团，那最佳位置啊，他 C 位欣赏这个歌舞团表演，为此买单，只不过是门票稍微贵了一点。这个是许老板的豪华朋友圈呢，他们付出了一点点的学费。那还有其他的大众投资者啊，你比如说啊，这个好像日本的养老金、韩国的养老金，他们都买了中国恒大，他们都清零，不知道这个事情最后怎么处理啊？那还有许老板的那些左膀右臂呢？今天有消息了啊，平地一声惊雷啊，这个有媒体传言呢，说这个恒大前总裁夏海军被找到了。这个夏海军啊，自从恒大爆雷以后啊，他就一直在跟公众啊躲猫猫，消失了啊。这一回被找到，藏匿的资产被曝光。说这个近日一则重磅消息传来，夏海军的藏匿之处找到了。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无疑是一场引人瞩目的风暴，而在这场风暴的核心人物中，恒大2号人物夏海军行踪一直备受关注。最新消息表明，夏海军多次出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与12岁的孩子共同居住在尔湾的一栋住宅里。这一住宅登记在其妻子何姓女子名下。2011年11月购买时，夏海军和妻子联名所有，购房资金由夏海军提供，当时花费约120万美元。2013年8月，夏海军签订放弃自身相关权益的法定文件，将该住宅转移至妻子名下。此后，他们仍共同居住在此，也就是资产做了隔离啊，也说明这个夏海军啊，早在2013年就已经嗅到了风险，进行资产隔离啊。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公开查询权威司法文件显示，除了这处住宅，夏海军家族在美国的资产至少还包括同样位于尔湾的一处物业，位于加州新港的一处物业，4辆汽车，以及夏海军妻子以信托受托人身份持有的相关资产。初步估算，上述资产价值约2400万美元，而这些资产悉数登记在夏海军妻子名下。这是截止到目前可查询到的资产，是否有其他尚未查询的资产，目前还不得而知。这个只要被查到了啊，十有八九啊是叫插翅难飞啊。2024年3月，中国恒大诉请追索许家印、夏海军、潘大荣等2017年到2020年工资奖金分红约60亿美元。作为诉讼程序的一部分，香港法庭多次下达法令，要求夏海军依照命令披露名下财产，但夏海军多次拖延，最终在香港法庭发出以剥夺抗辩权为惩罚的最后通牒后，夏海军才披露了自己名下的财产。他在履行香港法庭披露名下资产义务的过程中，并未包含这些资产。更令人气愤的是，部分资产交易发生在恒大出现重大经营危机之后。2009年到2022年，夏海军从中国恒大获取的总薪酬高达18.56亿元人民币。中国恒大诉请追讨包括夏海军在内的奖金分红后，香港法庭曾签发禁制令，要求夏海军名下高达600亿港元的资产不得转出香港，要求他处置或处理叫博汇商物业出售的收益，同时允许每月支持5万港元生活费。夏海军一直拖延披露名下资产，声称披露将暴露其当前所在地。在法律诉讼过程中除了提供香港
场天后庙道 18A 这个住址外，传闻信息显示，他还曾向法庭提供了一个位于加拿大的地址，但从未提及美国尔湾居住生活的地址。夏海军拥有加拿大国籍，而许家印家族与加拿大颇有渊源，有酒店、物业等投资，家族成员也被曝在当地持有房产。目前，中国恒大方面已经掌握了夏海军家族隐匿未披露资产的相关情况，已向香港高等法院陈情，并申请法庭向夏海军妻子名下的上述资产发出禁令，禁止其处置上述名下资产，也就是冻结啊。香港高等法院认可这一陈请，发出禁制令，禁止夏海军妻子处置上述名下资产，同时将其妻子列入诉讼被告。这个我记得啊，这恒大爆雷以后啊，但是网上有很多人说夏海军啊，这个金蝉脱壳，夏海军赚得盆满钵满跑了。我当时就说了，夏海军跑不了，对吧？他做什么转移都是枉然。为什么呢？这个道理比较简单啊，因为啊，追许老板、追夏海军资产的人，他不是国内的债权人，他是境外美元债的持有者。你这个许家印、夏海军，你把财产往国外整，你整到国外，这些人正好也在国外，人家对吧？为了挽回损失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对吧？什么手段都用。你要知道，这些人他不是叫像国内的这些什么恒大理财投资者啊，什么国内的供应商是韭菜是牛马是泛泛之辈，海外的这些美元债持有者有很多都是机构啊，对吧？他们有能量有能力，他们有法律团队，他们可以全球追索，全球去搜寻，你是藏不住的。而且对吧？人家今年查不到明年，明年查不到后年，对吧？你永远是活在阴影之下。所以我当时就说了啊，这个夏海军他跑不了。第二个，老说夏海军领了多少钱，实际上夏海军现在很惨，你看他给他老婆转的也只有2400万美元，跟他的身价完全不对等。实际上夏海军啊，从恒大赚的钱大部分啊又反身投到恒大去了，对吧？这个恒大汽车恐怕他也没少投，有一个叫什么恒车宝吧，还叫什么？那夏海军是领头啊，然后说夏海军卖了中国恒大的股票啊，这个割肉跑了套现，实际上他这钱很多又投到这个许老板打造的这个资本泡沫里面，他自己也是个受害者。现在啊，不仅他名下财产，他媳妇名下财产要清空，他个人恐怕还有刑事责任。中国证监会对夏海军也有惩罚，也有处罚啊。所以啊，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只有哪种人在海外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呢？就是那种啊，他只坑国内的韭菜的。哎，这些人把钱搞到海外去了，人家在海外那叫神仙般的日子。你没有这个手段，没有办法去主张你的权利，因为你在国内。你比如说贾老板、贾会计，对吧？人家在美国那过得就是很滋润吗？还创业吗？他根本就不要躲起来啊，因为你国内这些债权人你找他去啊，有什么用啊？所以说啊，同样的事情看你是受害者是谁。受害者如果是韭菜，是国内的韭菜，那你就忍吧。你得罪海外这些投资者，那真正的叫吃不了兜着走，真正的体现这出来混啊，迟早是要还的。我们再看啊，现在又有小作文。小道消息啊，彭博社啊说啊，中国正计划动员中国信达资管等国企协助从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手中收购存量商品房，因此前地方政府收储的成效有限，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将允许这些国企动用央行去年为该项目拨付的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额度。3月有消息人士称，还在考虑取消收储计划的价格上限。这又是啊遥遥领先的预言呢。我记得彭博社以前去年还是前年，就传言是吧？地方政府收储，还有国内的一些专家天天鼓动啊要收储，对吧？我在以前就说了，这个完全是走不通的，这是反人性的。从这个土地1级开发、2级开发啊，最后这个开发商把它搞成房子，好不容易倒腾出去了，对吧？倒到了开发商手上，政府也把它买回去了。那你说政府这一圈干啥呢？他可是加价加了不少啊，完了自己又消化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府哪来的钱呢？好，可以发债，那利息谁付呢？第三个就是政府把这房子搞来做什么呢？运营还要花钱，一边是工资发不出来，一边要花大量的钱去收购这些房子，难道这不反人性吗？现在啊，传言是央企，对吧？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这样的，你去收那些啊 ICU 病房里面那些民营房企的房子，看似啊这是解困，对吧？信达把钱给这个，比如说融创吧，这也不知道是哪个专家啊出的馊主意。无论是中国信达还是其他的央企，人家都背 KPI， 也就是他不能赔钱，没
有哪一个央企说我可以赔钱，他不能赔钱，他是企业啊，不政府还有这个社会责任对吧？政府说我不盈利对吧？我出手，这还说得过去，勉强啊。那央企、国企对吧？人家是企业，他也赔不起，他也得赚钱。那好了对吧？这受困的开发商本来呢房子的时候卖不掉，完了还亏本卖给这些信达，这个说不好听点啊，趁火打劫，甚至啊是吸民企的血。你这个价格高了对吧？你收购的价格高了，那就涉及利益输送；收购价格低了对吧？那你是在吸民企的血，这开发商本来就活不下去了，你再对吧这么整一下。再说了，如果价格低，那这开发商为什么不能直接打折卖给韭菜呢？这是什么道理啊？毕竟是叫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只有卖不掉的价格。你比如说啊，你现在你这个开发商这房子1万块卖不掉，你信达要多少钱收啊？信达4000去收，那人开发商5000卖还能卖得掉，打5折怎么卖不掉啊？你信达6000收，那不就涉及利益输送了吗？市场上就值5000，对吧？你要高价收，你那信达的钱是谁的？不是大头的吗？是咱们的，你拿咱们的钱去做人情。所以说啊，这些也不知道是哪些专家啊出的这馊主意啊。如果这个要强行推动的话，那只会加快这个民营房企的这个叫出清，就民营房企基本上就退出舞台。这个最近网上啊有这个报道啊，说链家上海区域隐藏二手成交价。这个看看新闻报道说，链家上海区域的二手房成交价已隐藏，平台成交信息暂无价格。另外还有媒体报道说，网传王思聪上海豪宅二手挂牌价从8200万下调至7000万，下降1200万。实际上这些信息都预示着上海的楼市啊进入了一个微妙时刻。二手房成交价隐藏说明啥？不光是上海啊，北京、深圳、杭州链家成交价都隐藏了，实际上就说明啊，这个房价进入了这个加速的前夜。因为这个真实成交价不能让你看到，一旦让你看到了，这个会加速崩盘呢。这个上海二手成交量回落到1天284套，也就是已经啊这个开始往下走了。我看网上啊有个网友啊发帖子向一个所谓的这个房产大 V 啊这个请教咨询。这个网友说啊，他说目前家庭因为2021年和2022年分别在杭州和北京加杠杆买了2套房子。这个典型的啊是天堂有路啊他不走，地狱无门偏进来。杭州买入是440万，经营贷330万，目前市值只有300万出头。北京买的就是荣泽家园，买入是620万，经营贷450万，目前最新成交价同户型只有400万出头。说夫妻俩还有300万的信用贷，几乎都是用来上杠杆买了这2套房子。目前去掉租金，净月供2万，家庭收入差不多有50万，勉强还能维持，每年信用贷周转都要损耗。楼市持续下跌，感觉被2套房套牢了。说明年经营贷到期，现已经跟银行协商续贷或降利率问题，银行给不出合适的方案。然后他说啊，像我们这种加杠杆被深度套牢在房子上，想听听老师的意见啊。经营贷780万，信用贷300万，这么多杠杆去炒房，而且北京一套，杭州一套。我正好看到一个 UP 主啊，他发的一个视频吐槽这类人啊，大家看视频。我这个人是不是不太善良啊？每当刷视频看到那些个举着房产证在互联网上哭的时候，哎呀，贷款还不上了，要被法拍了，压力很大了，哎，我怎么就莫名就高兴呢？当年的时候不是你们疯狂的抢房子，抬高价格，他妈的像抢校帽子一样，棺材嵌个缝你都要往里边钻，你又是排队，又是认筹，又是先交钱获得一个选房的机会。从售楼部出来，你们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那种自豪感啊，那种优越感，哎呀，我即将成为某某豪华小区的业主了。你那个时候怎么不看看那些个买不起房子的普通人是一种什么感受呢？那些个家长为了给孩子上学，想要买个学区，一看价格都摇头兴叹，你们是原罪。所以今天你们还不上贷款，只能说你2个字儿，活该。哎，就活该，没有人可怜你们。因为任何商品都要遵循市场规则，市场规则就是只要你不买，它就会降价。2022年恒大暴雷以后，所有的老百姓都开始观望，对房地产观望了半年。那你看，所有的房子都开始降价，就是这样的。你的房子自然也会降价，不要太高估你赚钱的能力，甚至叫持续赚钱的能力。好了，现在赚钱不行了吧？贷款还不上了吧？开始到互联网上来哭。你放心，这里只有孤坟没有烂死岗子，
哭吧，没有人可怜你啊。还有就是那些个花高价娶老婆的，给高价彩礼的，最后老婆人不见了，跑了，我也送你们2个字，活该。当年武大郎从张大户那里花高价把连连买回来以后，又是和面，又是卖炊饼的，又是过日子的，结果怎么样？金莲不会真的喜欢你的。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她拿钱来难为你的时候，就说明她不是真的喜欢你，想要跟你在一起。如果她真的想要跟你在一起，她不会要钱来难为你，这就是最简单的逻辑。你说你家又没有矿，又没有皇位往下传，就这个基因，连一个动物的交配权你都抢不到，断了也就断了吧，没啥可惜的。还有就是你们推高了婚恋市场的价格，让原本风平浪静的婚恋市场变得波涛汹涌，高低不平，所以你们也有原罪，送你2个字，活该。这个 UP 主虽然说的比较糙啊，而且说的也不全对，对吧？我一直认为啊，你对这些因为楼市下行而陷入困境的人呢，要分开看。什么叫分开看呢？就是对那些炒房的，炒房什么叫炒房呢？就是买了3套房、4套房的，2套房，这种叫炒。但是毕竟有一批人是刚需，对吧？他不买房的孩子上学就上不了，不买房结婚结不了，对吧？这类似这种刚需，那你没办法。第二倍也是分开看，炒房的，对吧？你是投资啊。要面带微笑啊，这个该忍的忍着，你为自己的投资负责。你不能挣了钱你就是巴菲特啊，这看不起巴菲特，赔了钱就在这维权，就是哭天喊地的，对吧？这可不行，对吧？赔了钱你就卖惨。这个按照俗话说啊，这就属于毒品有问题，愿赌服输啊。关键是他是2021年、2022年买的房啊，恒大爆雷了，你还玩命的往里冲，对吧？如果说你是2020年买的房，那还值得同情啊，那时候房价在涨，对吧？你说我们作为韭菜，那我跟着后面买，那也没什么错，对吧？这恒大的作为第一大房企爆雷了，你还在经营贷、什么信用贷这么闭着眼往里冲，那你只能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结局啊那就是房子被法拍，没得救。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对吧？所以说啊，这轮房价到哪儿呢？这轮房价首先要这些炒房的要爆雷，这些炒房的爆雷之后，看他稳得住稳不住啊，也有可能炒房的一爆雷，哎，稳住了，对吧？这些泡沫啊，多少都是这些炒房的炒起来的嘛。有的时候啊，炒房的爆雷之后还止不住，因为要跌过头啊。这个今年7月，深圳法拍住宅放盘量627套，环比上涨51%，创下2024年以来单月新高。而同时，成交率约44%，是今年以来最低，流拍率则达到43%，升至今年最高点。什么意思啊？就是深圳的法拍房越来越多，但是成交还越来越低，违约的越来越多啊，断供的，但是接盘的很少，对吧？这个形势啊是越来越严峻了。所以这个8月份恐怕房地产的情况比7月份还要差。哎，这个到了9月初啊，你看那个什么中指研究院呐、科尔瑞那数据你就知道了，呈现一种加速的状态，对吧？呈现一种崩盘的状态，对吧？整个8月到现在为止，只有北京出了一个政策，不痛不痒，无济于事。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